伊嘛讲着，伊讲当咱想要爱别人服务咱的时阵，可能无法度得到这个希望，毋过咱会当换过来，我们可以去服务别人。你想要爱人要尊重你的时阵，毋免哦，你可能得不到这一个尊重，可是你会当去尊重别人，换过来就对啦啦，哦，毋是讲你想要爱啥物，你去做啥物，所以遮就是讲着讲，咱逐个人啊，因为咱心内想着的拢总是家己啊，想着家己啊，所以发生代志，咱发生代志的时阵，咱足侪人第一句的拢是啥？这毋是我的毋对，毋是因为伊安怎，我袂安尼啊。咱想看卖，咱敢是拢安尼哦？毋是因为伊讲即句话，我嘛袂安尼甲应啊。毋是伊做即件代志我袂安尼讲伊啊。毋是伊安怎，我袂安怎。拢把责任撒互别人啊？为虾米？责任撒互别人三秒钟尔啊？毋过咧，承担责任嘛爱做足久啦。所以推责任很容易啊。咱每一个人拢伫做即个推卸责任的一个动作啦即使咱修道人嘛是共款，像拄仔即个导师伊所讲的咱无因为讲咱信宗教啊咱这个所求的心奢求的一个心咱就有较轻咱可能不知不觉的嘛，赶快拢去犯这个错误会学的，举个例子啦就是讲像好学，咱会注意，咱对人的部分，咱会注意讲，尽量发生代志的时阵，这边先讲起来。